大家好，最近的生活過得不太容易，對吧？每天醒來都在上漲的物價、不可預測的經濟，以及讓我們感到畏縮的各種社會危機。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連前方一寸都無法看清的不確定時代。我們奮力向前，深信只要擁有這個，我的生活就不會動搖。但現實又是如何呢？我們曾如此深信的基礎，難道不是比想象中更容易動搖嗎？在這個焦慮的世界裡，難道真的沒有一位可以讓我們信任並依靠到底的對象嗎？在聖經約書亞記中，當耶利哥城的人們聽說以色列人過紅海並擊敗了強大的諸王時，都驚恐得渾身發抖。當所有人都因那傳聞而心驚膽戰，緊閉城門時，拉合卻不同。他在傳聞中發現的不僅僅是信息，而是那位真正值得信賴的主。他告白道：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約書亞記2:9，對他人而言只是可怕的消息，對拉合來說卻成了改變人生的福音。拉合所宣告的神的名字是星號星號耶和華又為星號星號。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自有永有者，即不因環境而改變，能成就萬事的那一位。世俗的力量會改變，金錢、權力、健康都不是永恆的。然而耶和華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最堅固的基石。拉合看着掌管歷史的神領悟到，這位神值得我託付整個人生。令人驚嘆的是，拉合這位外邦女子，且曾是被邊緣化的人，她的信心告白，最終連向了拯救我們的耶穌基督的家譜。耶穌絕不會拒絕那些尋求他的人，即使像拉合那樣擁有痛苦的過去，或是被世界疏遠。耶穌來到這世上，替我們承擔了所有的不安與罪的重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復活了。他不在乎我們的過去，不是因為我們有資格才召喚我們，而是因為他愛我們。親愛的朋友們，今天壓在你心頭的不安是什麼？現在我們也必須做出選擇，是懷着被世界的流言蜚語嚇破膽的新生活，還是找住在那流言背後做工的神？耶穌基督將成為你在壓力重重的日常生活中唯一動搖不了的生命磐石。請握住神的應許，而非世界的計算器。祝願大家信靠在這不安的世界中最確定的那一位，耶穌基督，並剛強壯膽地向前邁進。